新德县议会24邀请所有议员、乡镇市长代表会，针对着县市合并开会讨论。大多数的人拢是表示支持大新德和苗栗来合并升格，而且认为讲，若准明年前要来合并，时间上过迫啊，应该以2026年做目标，慢慢来规划。新德县议会针对德德苗合并进行讨论，会议主席议长张正良指出，若是无承受财政收支划分法，未来升格预算空间的无法度增加偌济。另外，有议员讲合并是真复杂的问题，无法度2022年就完成，建议以2026年做目标。县市合并或改制增加之预算，将会被庞大的人事费用吃掉。在争取中央各部会建设计划中，地方自治筹备款将会提高的比例，反而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台湾着想，我们就必须大家说好，以2026年为目标，一起去修正我们的行政区域法，还有财政收支重划法，还有我们的地方制度法。针对有议员烦恼升格了，都市甲乡镇之间的差距恐惊会变大。民进党新德市党部主委陈建明嘛提出看法。新竹合并再升格其实就可以得到这个资源挹注的成长会非常的大。那用这样子的资源来挹注新竹地区我想这个关键是未来施政者要如何在这些区域分配这些资源。大多数议员都有出席会议，不过新德县的民进党2名议员并无参加。照目前情况来看，大新德合并的议题，短时间内各界也有真侪无同的想法。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